箴言第4章第1至27節，持定訓誨，不偏左右。一兒子們，要聽從父親的管教，留心學習，好變得聰明。二因為我傳給你們的，是美好的學問，我的訓誨，你們不可撇棄。三從前我在父親面前是小孩子，在母親面前是獨一嬌兒。四當時父親教導我，對我說：你的心要持守我的話，要遵守我的誡命，就可以存活。五要追求智慧，要追求聰明，不可忘記，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。六不可離棄智慧，他就會守護你；要愛他，他就會保護你。七智慧是首要的，追求智慧吧，用你擁有的一切來追求聰明。八珍愛他吧，他會使你高升；擁抱他吧，他會使你尊榮。九他會給你頭上戴華冠，給你榮耀的冠冕。十我兒啊，你要聽，要領受我的訓言，這樣你就會延年益壽。11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路，引領你走正直的路徑。12你行走，腳步不會受阻；你奔跑，不會絆跌。13你要持守教誨，不可放開，要守護智慧，因為這才是你的生命。14不可走進惡人的路徑，不可踏入壞人的道路。15要避開，不可經過那裏，要轉開，繞道而行。16因為他們不作惡就睡不着，不伴人就要失眠。17他們吃了奸惡的糧，喝了殘暴的酒。18義人的路徑猶如晨曦，越來越亮，如日中天。19惡人的道路漆黑一片，他們絆倒也不知道原因。20我兒啊，我的話要留心聽，我的言語要側耳聽。21不可讓這些話離開你的視線，而要謹記在你心中。22因為人得到這些話就是得到生命，他全身都得到醫治。23你要守護你的心，超過保衛一切，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。24你要除掉自己口裏的乖邪，遠遠丟開唇上的乖謬。25你雙目要向前正視，眼睛要向前直望。26你要審察腳下的路徑，你的一切道路就會穩固。27不可偏左偏右，要使你的腳遠離邪惡，